裙子耶，咻！不行，明天太阳一定很大，我的腿不能晒黑，要穿哪一个好啊？是不是？还是这个？到底要穿哪个？亮亮，你为什么要自言自语啊？不是，阿弟，你们来的太好了，赶快帮我看一下，明天的校外教学穿这个好，还是穿这个好？哦，那就要看校外教学要做什么事啊。我们要去玩一个很长的溜滑梯哦。溜滑梯哦，那裙或是夫都可以啊。裙夫，没错，裙就是裙子，夫就是裤子，伞就是上衣，衣服叫做伞夫，裙夫伞伞夫，记得伞要闭嘴巴哦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练习一遍，裙子裙，裤子夫，上衣伞，衣服伞夫，懂吼！我觉得穿裙好了，这样拍照比较漂亮啊。好，不行，我觉得不能穿裙，穿裙去溜滑梯啊，屁股会磨得热热的哦。屁股会吗？对啊，为什么溜滑梯屁股会热热的？那是因为啊，摩擦生热啊。你看，哈哈，爸爸加油！妈妈，好想要吃鸡腿哦！快了，好像快冒烟喽！哇，等不及要吃香喷喷的烤鸡了。妈妈有火花！快点，帮忙吹一吹。耶！成功了！我们可以吃我们的鸡。哎呦，它跑掉了呢！爸爸妈妈，我好饿哦！没关系，不如我们先来取暖好了。那我们晚餐就喝蔬菜汤。不要，我要吃鸡腿。乖啦，喝汤啦。鸡腿。摩擦生热，摩擦速度越快的时候啊，就因为热度达到燃点而燃烧。燃烧？博士啊，你是说我玩溜滑梯的时候，我的屁股会烧起来哦？亮啊，那倒是不会啦，因为啊摩擦力不足以达到燃烧的标准。不过因为你穿着裙去溜滑梯，皮肤会接触到，所以要特别注意，不要受伤。那我知道了，亮，你就多带几件伞夫去啊。要拍照的时候，你就穿上漂亮的裙。如果要溜滑梯的时候，你就穿上夫，然后多带几件伞，是不是还可以换来换去做搭配，漂亮？阿迪呀，我又不是去参加时装秀，干嘛那么麻烦嘛？哎呀，我们亮穿什么都好看的啦。谢谢博士。就跟博士穿什么都好帅的啦。那阿迪啊，穿什么都一样，帅气。那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溜滑梯啊？只有你们自己要去啊？